多即係佢做得好嘅 IP，其實就真係好多都喺度玩碌緊。咁係好多嘅，咁其實阿龍正忠老師其中另外一套都 Apple Seed 都係咁我都有少少科幻嘅。都西北烹，西北烹嗰啲就好大量啲。咁你話呢個就係史亨塔啊，史獵人啊，其實晒即係阿北條司老師嘅呢啲作品啊。因為其實北條司就係其實 cat 即係橫掃啊，係嘛？好多人打靶唔係一個啊，所以要識聽啊，明唔明啊？所以嘅話咧就轉移視線啊，講緊企業針對巴拿馬運動係啊，火力全開，你睇嗰啲寬能光明頂出嚟係咪？我哋都即刻改呢個後勁啦，係咪？由熱烈支持啊陳茂波對美國零關稅改為有保留，甚至係反對啦。同埋而家我哋支持劉兆佳教授係開關稅，要塞晒所有嘅窿漏。中國咧係堅決保持一致，轉口關稅都要塞埋啊！劉教授話係咪啊？係啊，同埋陳茂波司長嘅講法咧，其實佢又唔係冇錯啦。但係咧，原來我哋已經有好多嘅專家咧係諗咗，因為我記得我上網我睇到好多嘅嘉賓都講過咧，有部分就話啦，唔係喎我哋基本法寫到明咧，我哋係呢個所謂嘅自由港，意思即係唔收關稅。咁如果我哋唔收關稅之後，我哋收翻關稅咧，有機會違反基本法。你點知咧？有個人咧近排提翻獎我啦，就係原來喺呢一個嘅即係英年哇！我屌你老母，你搞撚錯啊你啊！紅酒稅同埋呢一個嘅即係化妝品稅嗱，你要發覺㗎，香港如果一直至到當其時唐英年司長嘅時候咧，都係有基本法存在㗎，都係冇關稅。但係如果你喺法國攞個化妝品過嚟嘅時候，香港係可以合法地收到化妝品稅。然後如果你係攞緊紅酒入嚟嘅時候收紅酒稅，而家我哋都仲有另一種稅收㗎，嗰種叫進口汽車稅如果你新車落地買車咧，其實你要收。咁香港唔做車㗎嘛，咁呢個進口汽車稅一定就係關稅之一嚟，或者用納瓦羅嘅講法，呢啲咧就叫做非關稅貿易壁壘。喂，我哋出得喎，我哋咪做大豆稅咯。咁大豆得幾個國家做嘅啫，嗱美國嚟嘅大豆我加翻關稅，你嗰啲咁樣嘅晶片嗰啲咩即係黃仁勳嗰啲好力勁嗰啲 Nvidia 晶片，唔使我 block 咗你，我加翻你200%關稅，呢啲我哋做到嘅喎，極度有針對性嘅噃。冇錯啦，馮主樂，即係你咧而家嗰個思路咧，就真係好失物啊！仲有啊，你講到講嗰陣時話取消遺產稅你而家可以選擇性宣佈遺產稅照樣取消，只不過咧，如果你喺香港個業主死嗰個如果係美國公民，又或者持有美國同時持有美國護照或綠卡，係咪？又或者曾經持有美國國籍或綠卡，後來放棄嘅，都要咧反徵收遺產稅。即係美國遺產稅。係啊，冇錯，即係對美國針對香港嘅美國公民，我話知你係咩膚色，白人又好，黃種膚色又好，黑人又好，係嘛？不分種族，只要你去死亡登記處登記嘅時候，你要講埋國籍同埋填埋邊世人士。